位在三峡的客家文化园区，以客家元素与历史为主轴，展示着许多早期客家文化的工艺品，像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瓮与缸，就是客家腌制文化的精髓。我们家有那个就会晒东西啊，晒一些年糕，尤其是过年的年糕，把它切成块之后，晒过太阳再保存，比较不会发霉，而且你再回蒸会比较 Q。古早客家人的厨房看得见，从农用到家庭用具，都是手工做的竹制和竹编品，再显露出客家人克勤克俭的精神。这里好不好玩？这里很好玩的客家话叫“了不耶懂后了”，呀耶，懂后了。而这一区可说是孩子们的最爱。西方的芭比娃娃穿上客家特色服饰，无论是传统的懒懒风格，或是鲜艳的花布图样，褂甲、裙裤、客家衫也可以很时尚。客西混搭风创意十足，吸引小朋友在窗前驻足，舍不得离开。芭比娃娃的客家衫也做成真人实穿版，成为新形态的客家文创商品。那透过芭比娃娃的衣服呢，我们又推展出我们文创商品，这一系列都是我们文创商品的衣服。三峡的客家文化园区，每到假日都会举办童玩活动，让大小朋友同乐，也让游客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客家语言和文化。上课喽！亚美的懂好了，亚美的懂好了，亚美的懂好了。